日本爆紅獼猴潘柱君，佢一出世就被遺棄，只有玩偶俾佢安全感。想要融入群體，卻一次次被拒絕。成長嘅每一步都唔容易，但佢冇放棄，佢鼓起勇氣再次嘗試。喺培恩，我哋都會遇到挫折，都會想退縮。好攰啊，總之唔參加跑步啦。但係我哋選擇好似潘柱君咁樣，勇敢面對，再試一次。最新嘅消息係，潘柱君識個新朋友啦。因為我哋知道你並不孤單。培恩精神，永不放棄。